港島西區同南區嘅居民每一日都要備受塞車同交通不便嘅困擾，但又一直冇可靠嘅鐵路服務。快捷安全嘅鐵路係社會經濟發展嘅命脈。喺香港島北岸，正好說明咗地鐵點樣推動社會發展。方便快捷嘅地鐵服務，令到港島中區向東面都發展起嚟，居民生活質素亦得到改善。港島西區同南區要到乜嘢時候先至可以有呢個機會呢？香港政府邀請咗地鐵公司研究為呢兩區提供鐵路服務嘅可行性。地鐵建議首先將港島線延長至西營盤，再加上西港島線同南港島線。西港島線就由西營盤至黃竹坑，南港島線由海怡半島到金鐘，其中海洋公園至金鐘嘅一段有3個唔同嘅方案，直達金鐘，經跑馬地，經跑馬地同灣仔。喺繁忙時段，地鐵每2分鐘一班車，每小時每方向可以接載2萬名乘客。電氣化列車既快捷寧靜，又唔會排出廢氣。2條新線80%嘅路段都係建喺地底，無論喺建造同運作嘅時候，都唔會影響到西區同南區優美嘅自然景觀，可以有效解決塞車情況，減少居民浪費喺交通上嘅時間，更可以有效推動香港嘅旅遊業。港島西區有不少極具特色嘅景點，南區亦都景致宜人。但係一直以嚟，因為缺乏方便快捷嘅交通，好多景點都不為遊客所知。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嘅數字，60%到港遊客都係選擇乘搭地鐵觀光。如果地鐵西港島線同南港島線落成，一定會有更多遊客前往海洋公園、香港仔漁港同其他旅遊景點觀光。唔少南區旅遊發展計劃，相信都可以相繼落實。工程最快可以喺2005年展開，創造超過5000個職位。新線通車之後，更加可以推動各類型嘅經濟活動，創造數以萬計嘅就業機會。地鐵服務香港25年，除咗提供世界級嘅運輸服務，亦都帶動香港嘅經濟發展。我哋期待地鐵可以早日將呢股動力注入港島嘅西區同南區。